台南是台湾水产养殖的重镇，养殖的户数大约有7000户，面积有14000多公顷。为了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率，降低养殖的成本，市府农业局推动渔业机械自动化的补助计划，将补助渔民购置蛤蟆的电动筛选机、船外机、佮着水车、抽水机等，相关用的补助购买金额的1/3。台南市114年渔基补助的计划开始了，那受理的时间是7月7号到7月11。那本次受理的对象就是我们领有养殖登记证渔权的，或是有配合政府来做的放养量登记的这些渔民。那如果有需要的渔民，可以就近到南市渔会、南县渔会跟南营养殖协会来申请。那请各位渔民朋友把握机会来申请。这一次渔基补助的比例是大概是1/3，那渔民自己配合就是2/3的部分。那我们大概额度大概是300万，那就是受理完之后就是额满截止就这样。其中以着蛤蟆的电动筛选机相关的，当补助8万。你地势较低气温，对着渔民来讲，抽水机嘛真重要。一般来讲，阮讲进的迄个维修的费用，或是渔基的费用，都是已经有每年都逐渐的上涨。然后市府这个补助就是1/3的补助，是让渔民有感的，那种减少那个成本的支出。还有比如说，如果像现在极端气候，他如果要买一些抽水机，因为现在极端气候比较强降雨，然后抽水机的使用量就会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再也可以减少说渔温的淹水的情况会发生这样子。这个补助对象只要你有陆上渔温养殖的渔业登记，或者是渔业权的证明文件，而且完成114年放养量申报的养殖渔民，拢会用来申请。申请的期限是对7月7号到7月11，欢迎符合资格渔民。拢会用向区议会或者是南营养殖生产协会来提出申请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